后来正大消息来看，这位女性就是基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欣岱，伊来表态，要来参选到内湖南港区的立委，要来挑战民进党的高嘉瑜。高嘉瑜表示讲，愿意接受到民调来做整合，避免来保送到国民党。吴欣岱嘛来回应讲，家己唔惊比较，嘛相信重视理念的台湾基进党是选民上好的选择。加油！加油！加油！ 北市立委选战，搁一摆战个真热。基进党台北市党部主委吴欣岱讲要挑战港澳女神高嘉瑜，就伫咧市党部新立即天，包括前卫生部长陈时中、前内政部长徐国勇拢来现场甲支持到乌演，人气是强强滚。现任立委高嘉瑜发声，希望用整合民调方式来找出上强的人选。 针对港湖现在绿营的分裂那他也建议说可以做一个整合式的民调。我们也为了要守护绿营在这个港湖艰困选区的关键一席，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来进行一个整合式的民调那我们也不愿意这个直接保送国民党。另外一边，吴欣岱是讲，家己投入政治工课，唔惊担立场，唔惊互比较，嘛尽信心。因为本土派支持者和蓝军无共款，较看重理念，毋是党派。重视理念的台湾基进，也是因想要爱选到。另外一边，新北市第12选区现任立委罗品瑜，伊的对手就是国民党地口三创中心调集前该因中。 选举其实是我们民主政治一个很正常的进程，很正常的过程，所以我也尊重，然后正面看待任何人来参选。但是我想，对乡亲来说，最重要的是政治人物能不能了解大家的困境，跟推动地方建设。 面对在野党推出对手要拼10支区立委一席，罗品瑜搁用面子争取选民的支持。大选就要到，民进党要推出上强人选拼立委席次，会当阁继续过半。不过，在先面对挑战者，变怎做整合，这是关键。 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